迎返到嚟月山精靈說故事的人。今日要講嘅一件事就係關於紅透半邊天嘅迪麗熱巴，究竟係咪已經俾人取代咗呢？其實我從來就冇乜特別留意呢位女演員，但我記得好多年前，我有一次就喺度批評，我話佢個樣好鬼假，覺得佢靚得嚟好似假嘅一個公仔嘅時候，有一個朋友就鬧到我爆，話覺得佢好靚，靚得好緊要，甚至靚到令佢覺得想喊。哇！咁之後我就唔敢講啦。嗱，近日其實都滾傳咗幾個月㗎啦，呢個新聞就係話好多地方、好多 post、好多專頁都喺度討論，依家嘅迪麗熱巴根本唔係之前嗰一個。關於迪麗熱巴係假，甚至乎話俾人取代咗，又話佢係黑龍人、複製人等等，主要源於2025年底至到2026年初喺網絡上流傳嘅都市傳說同埋陰謀論。目前冇任何具權威或者官方嘅證據支持呢啲猜測。第一，佢嘅狀態異常，引發有一個替身嘅說法。2025年底一個新戲嘅宣傳活動裏面，迪麗熱巴挑戰跳舞嘅時候，俾人話佢動作十分生硬，表情又呆滯。熟悉佢嘅人都知道，佢以往係能歌善舞，係一個靈動嘅形象，非常之深入民心。點解佢變咗一個跳起舞上嚟硬呱呱嘅人，而且嗰啲眼耳口鼻都硬係望落有啲唔自然？部分網民話佢喺影片中嘅面部顯得明顯浮腫，肌膚有一種塑膠感，甚至下巴嘅長度都同過往嘅照片唔同，所以產生咗一種佢係咪戴住一個頭笠嘅替身嚟嘅呢？又或者係咪整形醫美過度嘅一種質疑？我就睇過嗰啲片，我自己個人認為，如果你話俾我知佢係同一個人，我反而覺得唔相信。第二個係好驚嚇嘅黑龍人同埋獻祭陰謀論傳出。自從有於朦朧事件之後，可能網上都好多人傾向相信呢一種好誇張嘅說法。隨住佢跳舞生硬嘅影片擴散開去，網上就出現咗極端嘅說法，聲稱真正嘅迪麗熱巴已經逃往國外，而且出現佢係黑龍體複製品嘅說法。仲有2025年底流傳出一組迪麗熱巴喺一個好陰暗嘅場景拍攝，佈滿紅線嘅照片，由於風格同其他傳聞中遭遇不幸嘅男星，即係於朦朧，好相似，引發咗所謂獻祭或者人身安全受到威脅嘅離奇猜測。根據官方記錄，迪麗熱巴全名迪麗熱巴迪力穆拉提，係1992年出生喺新疆烏魯木齊嘅維吾爾族演員。佢畢業於上海戲劇學院。有一個理性嘅解釋，就係支持佢嘅粉絲同埋比較理性嘅網民就話，所謂狀態異常，可能只係因為工作疲勞、生病，又或者係妝造風格嘅改變，又或者係攝影器材同角度嘅導致一種視覺落差，並非真係被替換。唔好意思，阻大家一陣。如果你係睇緊呢條片，聽緊我講故事嘅朋友，你係咪仲未訂閱呢？麻煩你動一動手指頭 ，click 一 click 呢個 subscription button， 訂閱我嘅 channel， 或者分享俾多啲朋友一齊嚟聽我講故事。好啦，繼續聽埋我講以下嘅故事。雖然疑團一路咁樣滾傳，亦都冇官方嘅一個正常嘅說法。呢波謠言亦都並非無源之水。喺迪麗熱巴嘅疑雲之前，因為網絡上已經有大量嘅陰謀論四處流傳，包括陳都靈遭虐待已經死亡，有人遭冒名頂替，
演藝圈有人被獻祭等等駭人傳聞嘅說法喺社群平台迅速蔓延，情緒同猜疑持續放大，最終就喺迪麗熱巴嘅呢一段不自然影片上完全引爆。有一個說法話，真正嘅迪麗熱巴已經嫁咗俾一個外國人，生活咗喺另一個地方。依家睇到嘅只係黑龍體，雖然毫無證據，但呢啲推測仍然喺特定社群間獲得大量擴散。就好似頭先我特登去睇下唔同嘅留言板，有一個用簡體字嘅人留言話：真係㗎，我喺外國見到佢嫁咗俾個外國人，生活得好幸福，但係公司唔會俾呢個咁嘅揾錢嘅金蛋，就咁樣冇咗，所以就做咗一個替身，整容整到好似佢咁。嗱，喺輿論嘅高壓環境，好多粉絲仍然感到心碎。佢明明之前跳舞就好叻，依家有乜可能變到咁樣？睇落好攰，好似唔係佢。有人擔心佢健康，更加有人認為佢會唔會面對唔到外邊嘅壓力。雖然有陰謀論，又有理性嘅聲音喺度解釋，但係不少專業攝影愛好者都話，就算頂級明星，只要掌握唔到個燈光，拍攝距離唔啱，五官立體度係有機會被削弱，睇落唔似係佢原本嗰個人。由於於朦朧事件仲未喺大眾嘅心中退去，而陳都靈嘅謠言又冇被完全澄清，迪麗熱巴嘅動作不對勁風波就加深咗外界對演藝圈呢種環境嘅疑慮。只不過咁，佢嘅戲仍然都係仲喺度播緊，佢出席活動嘅生硬動作，雖然好多人都覺得唔對路，但係似乎冇影響由佢演出嘅劇集或者電影。喺真相未明之前，唯一可以肯定，嗰場由一段奇怪舞蹈引發嘅風暴係冇咁容易能夠平息。不過相比起跳舞好似好生硬，個樣好浮腫，我覺得更加令人覺得奇怪係佢嘅英語能力退化。照計英語能力都唔會因為整容或者醫美能夠改變到，但係啲朋友就對比起佢以前講英語嘅能力，就發覺完全唔係同一個人。熟悉佢嘅網友就話冇可能係佢英文係好好嘅，冇理由啊會變成咁，而且個人冇好似依家見到嗰個迪麗熱巴咁八卦咁樣。佢英文鋼琴都好叻，假嗰個就乜嘢都唔識。尤其是感覺佢嘅氣質都變壞咗，會唔會真係黑龍人我就唔敢講，但係我覺得佢真係有機會已經俾人取代咗。至於佢係俾人 X 咗定係逃離咗去第二笪地方，呢啲說法就比較奇怪。但點解一個講嘢口音舉止同佢都完全唔似嘅所謂迪麗熱巴仲可以繼續生存喺呢個電影演藝圈，繼續演出而仲有收視，呢個先令人覺得奇怪。總括嚟講，迪麗熱巴喺佢粉絲心目中係一個語言小天才，佢曾經連泰語等等都能夠即刻講到幾口幾嘴，但係點解咁普通嘅英文佢都竟然睇住都聽唔到又講唔到，根本冇可能。大家一齊睇埋以下嘅視頻，話俾我知你嘅睇法，下次再同大家分享其他故事。拜拜。Elsa, wake up. Anna, go back to sleep. I just can't. This guy's awake, so I'm awake. So we have to play. Leave by yourself.
Do you want to build a snowman? Come on, come on, come! Do the magic! Do the magic! You are the only partner I would ever want. 太快了 You You are are the the only only partner partner I would I would ever want. ever want Because because you you are are my my fluff. 年成河，化作春泥呵护着我。浅浅岁月覆满爱人袖，片片芳菲如水流。凉凉天意，烈焰一生花色，落入坟。歡迎大家嚟到月山精靈說故事的人呢一個 channel 係為大家講唔同類型嘅故事，有奇幻，有迷離，有詭異，有啟發人心，期望為大家帶嚟更加多有趣嘅內容。歡迎你透過 PayMe、Super Thanks 或者轉數快去支持我，你哋嘅支持能夠令我更加有動力去製造更加多嘅內容俾你。我哋下一條片再見。